各位中山想買房嘅老友記，今日同大家講句實在話，依家買樓千祈唔好再亂上車啊！特別係第一次上嚟中山嘅朋友們，因為辛辛苦苦儲嗰筆錢一唔小心揀錯盤，真係要嘔血㗎。今日帶大家過嚟睇嘅呢套就係我哋中山市區半山嘅市區豪宅，佢單價只需要10100蚊起，而且係帶埋全屋豪華裝修嘅。我咁講，佢係我哋所有香港人眼裏面嘅好房子，佢就係傲風天馭。香港啲街坊響中山買樓猶如隔山買牛，最驚係乜？一定係驚爛尾啊！但傲風天馭你完全可以放心，點解啊？因為佢嘅發展商係澳門全資企業，呢間嘢有幾把炮啊？4個字：資金穩健，項目零貸款、零抵押，係依家個市道簡直係稀有動物啊！而且成個項目都係現樓，你睇到嘅、摸到嘅，就係將來你收到嘅嘢。你嘅血汗錢買到一份實實在在嘅安全感。如果你覺得市區啲樓太逼，唞唔到氣，傲風天馭肯定會俾到你驚喜嘅。呢度嘅容積率係得1.5，係市中心買少見少嘅低密度豪宅區。係咩概念啊？即係樓與樓之間闊到越100米以上啊！採光、通風、景觀完全係冇遮擋嘅。你企喺露台望落去係220米嘅流水園林，望遠啲就係半山靚景，而且成個項目都係坐北朝南，風水格局一流。中意清靜、講究生活質素嘅朋友呢度冇得輸噶。咁講完出邊入面仲把炮啊！咁我哋依家睇呢套係傲風天馭120房嘅4房2廳2衛嘅單位，4個字：超乎預期。全屋嘅名牌，中央大金冷氣，地磚用意大利杜格拉斯嘅，櫥櫃用德國西門子，廁所係摩雲，櫃子用索菲亞，全係國際一線品牌，交到你手。最難得嘅係佢用咗港澳精工嘅標準，108項嘅細節，由選料到驗收，全程係有監管嘅。呢種加質不加價嘅做法，係依家個市道真係一股清流。跟住落嚟講到大家最關心嘅嘢，價錢。今次開發商加推全新嘅11棟大豪華裝修，你冇聽錯，10100蚊起，萬字頭買中山誠心半山市區嘅豪宅，呢個價錢租邊度揾啊？簡直係選盤價，而且依家落定仲送你全屋嘅家電基金禮包啊！真係可以拎包入住，唔使煩。呢啲優惠手快有手快冇啊！住得舒服，配套都有掂。傲風天馭周邊3大商圈，星河 Coco City、遠洋大順、利和商圈都係10分鐘搞掂。行街食飯一條龍，醫院有3甲醫院、博愛醫院啦，讀書有幼稚園到中學都齊嘅，仲有紫馬嶺公園啦、金鐘湖水庫響側邊，真正嘅出則繁華，入則寧靜。聽到呢度終於明白點解咁多香港朋友揀咗佢。總結傲風天馭4大賣點：第一，地段正，心中第一站，40分鐘去到深圳；第二，夠安全，澳門開發商，現樓零風險；第三，住得爽，低密度，闊樓距，名牌卸妝；第四，超抵買，萬字頭起，送全屋家電。如果你都有興趣想了解多啲，或者係想預約睇樓，記得做齊呢2步。第一，share呢條片俾你屋企人同埋朋友；第二，私信我傲風2個字，我即刻將我哋嘅實拍片同埋最新嘅戶型圖 send 俾你，而且我哋仲可以幫你預約1對1專車接送睇樓服務。記住，好盤唔等人，優惠係有限期嘅。中山買啱樓，問我你就安心。我響傲風天馭等你。